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，解说解说。好朋友，国情今日招你来研究日本时代一本书，叫做《台湾风俗志》，内底记载这个味菜真趣味。煞唔知迄天拄好旧历初二，咱兜传拜拜，兄哥伫咧问小弟，讲等下先礼菜碗穿好势。那新明咱跋有杯过来创啥？你敢知？小弟讲，我唔知呢。我创味菜，互你摇，你就知。讲点心唔食，等煞去。小弟讲安尼足讨济呢。点心就正长以外迄个四修啊。点心唔食，你甲拼等煞？唔是啦。但遮吼相同的意思，唔是讲名词，唔是讲迄个四修啊，迄个点心唔是。点心的点是动作，啊那心呢？真侪物件拢有心，往来嘛往来心，厝起来讲唔通食，兄弟该退货。啊点什么心？讲来到遮，小弟讲安尼，我小可又有安尼，是毋是用火点？兄哥讲对啦，用火点。我知啦，你若点落去吼，你若食吼，放伫咧厝里会崩，你着爱甲等煞，无毋对。即马吼拜拜完，若跋有杯，咱着爱放炮，点炮啊心，等煞去。过来吼，兄哥，咱放炮放完要创啥？兄哥讲，我搁一条互你摇，讲一棍啊白苍苍，两支竹啊赶入空。啊，若即条现代人嘛知，因为咱逐工都做即个动作。有影啦，拜完碗到啊，就爱赶紧的先礼菜碗收咧，就爱食到啊。对，一棍啊白苍苍，迄碗吼青米饭，每一粒的白米看起来敢若一棍啊咧。啊，两支竹啊赶入空，迄两支竹啊免咱解说啊，都是猪嘛。赶紧赶入空，赶入什么空？赶入咱的喙空。过来哦，食饱要去对。兄哥讲食饱，我带你来去咱溪仔边，去溪仔边创啥？你注意听，这碗哪有味菜？讲我一支翘翘，你一个跳跳。我为你想死，你为我挂掉。小弟就应甲兄哥讲兄哥，这敢若你伫咧交女朋友呢？唔是啦吼，我是要带你去溪仔边，无唔对啦。咱有咱表现咱的好意，女朋友才会甲咱交往。这动作去溪仔边创啥？讲放一个字啊，兄哥，你讲到这我知啊。一支翘翘就是钓钩伸出去，头前有钓字啊。什么人爱食字？唔是钓鱼啊哦，是迄个跳跳，迄个爱食字。兄哥，我知，是唔是钓水鸡？无唔对，我为你想死，你即马互我钓起来。本来挂掉是讲为爱人操心背绑，即马钓起来的动作，水鸡吊起来半空中变做挂掉。有影有艺术吼，日本时代。台湾风俗志这本册内底记载台语味菜，介趣味啦。